本身大人因就有西丁，啊，伊要囡仔西丁呢是因砖头所教的吼，砖头所教的。来，开始，哦。因为道具呢哦是家己做的哦，啊，这地好是家己做的。黄妹妹哦，黄妹妹。请经费吼，来请西出动的意思吼，即个咧打四门，后人叫西牵年吼，西咧牵年，哦，因这骹步手路拢是玉凤村大人金西边哦所指导的吼。来，咱这观众是不是有上咧掌声？来，鼓来一下好不？哦，不要特别的吼。伊这是青头狮吼，无同。即马咧跳七星，因是用跳的吼，甲拄只乐队是无同的吼。哦，你七星打四星尔，因为传统艺术比赛只有6分钟，所以他们会省略吼。哦，再来弯狮、边狮吼，边狮。再用这个多点一个吼，啊，囡仔人吼，要人西人安尼无简单啊，真无简单啊吼，袂当甲大人比嘛吼。地通国小哦，台湾师。啊，像有这个地好甲金西的吼。你砖头甲砖头吼，以前讲的变砖嘛吼，啊，阵土城台南的土城的蚵寮啊，甲咱这个过寮角，吼，因一边是蚵寮是地号町，吼，啊过寮角是金西町，吼，啊因两种呢以前就是安尼咧变砖烧拍嘛吼，啊因就用伊这因的物件咧，讲咧用刀啊来控制这个狮啊，吼，啊这个狮啊怎伊就徛要射箭，吼。我手的这个金西町呢，有一个这叫做奶牌帕拉丁啊，打猎阵。哦，再来有地好的表演哦，是咧哦休息，真高水哦。啊，婆再来吹一下。哦。好汉。啊，那校长哦，纪美珍校长。非常的注重哈这个传统的文化啊，以及咱的张玉堂张主任啊，以及前任的林主任啊，在我边仔这样这么啊，前任的主任咧相当吼，甲河啊咧起人，这嘛咧人好，这叫做人好啊，啊西啊咧滚吼，哦，哎，婆声啦，婆声就吹一下吼，真高兴哦，真好啊！你平常咧烧哦，咧起人哦。哦，很好，很厉害，连熊都怕好呢。哦，再来是东主这个对西，啊地好哦，嘛这个对西哦，哦，请听，等不要动
方式无同吼，伊咧教红的方式是无同的吼，伊用片红吼，片红，伊上体的吼，伊是放伫涂骹咧教的吼。哦，你咧看，咧比哦。红标准国大平安。哦，感谢哦，感谢咱国防国家的祝福哦。听讲这个动作在水大较袂名哦，这来一个solo经典的动作哦。鼓励，打王，那边很强哦，哦，好棒哦！哎，看前面。